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，今次搭高鐵去到潮州，坐咗2個鐘，終於都到啦。今次揀咗住依間酒店，距離高鐵站大概35分鐘嘅車程，就係中意佢嘅房型唔錯，有更衣室、2個廁所、1個浴室、1個大廳，仲有2間房。佢嘅隔音又真係唔算差嘅，屋企人有鼻鼾聲。係我每次同佢哋去旅行嘅煩惱之一，呢間房完全解決到呢個問題。擺低行李出發去行下啦！我最欣賞呢間酒店嘅係對面就係最出名嘅景點牌坊街。冇做定功課就跟住人行過嚟，企咗5分鐘先知咁多人喺度係等緊佢拆船。佢拆緊㗎喇，我究竟睇咗啲咩？呢個位又係打卡位，勁多人會問你拍唔拍照。我真係欣賞唔到佢嘅美，又係無啦啦一間鋪變咗打卡位，成條街有4至5間呢個觀塘兄弟，所以就食佢啦。嚟到潮州一定要食牛，啲牛真係食得出唔同啲㗎。深圳都好似未食過咁新鮮嘅牛肉，勁嫩嘅炸豆腐。又係一間成條街起碼4至5間同名嘅糖水鋪，酸奶豆花通街都見到嘅油甘汁，仲有芝麻糊，全部都 normal。又嚟到景點，本身想去遠啲嘅，但最近天氣唔係好爭氣，所以就近地去咗個公園啦。本來想入呢個鯨魚世界先嘅，但可惜未夠鐘開門。所以就行咗去花果山先啦。最出名嘅花果山，真係由4師徒開工㗎喎，超級多蝴蝶，近睇都幾油膩。唔知有咩用嘅50兩。呢個花果山會將成個劇情重演一次，當然佢啲角色人物全部都係內地版，所以完全冇熟悉嘅感覺。不過如果有睇過《西遊記》嘅大家，都一定會有啲熟口熟面。仲有互動嘅遊戲。蝦兵蟹將嚟到龍宮啦！出嚟呢個位，入場嘅時候派嘅50兩就可以用嚟玩啦。原來有 lift 㗎噃，來都來了，咪摸下咯。摸下財。敲下個鐘，再接個財。
呢個花果山單人門票45蚊人仔，但係如果加埋鯨魚海底世界套票，就會平咗3蚊雞。但係呢個鯨魚世界有啲流。由入口行到去出口只係一條直路，用咗3分鐘就睇完，行返出嚟。入嚟呢度成為25蚊人仔，你哋自己話覺得值唔值啦？有架觀光車，仲可以遊呢個公園嘅。午餐揀咗就係花果山隔籬嘅地方飲茶，認真喎，佢係成個公園最靚嘅一間食肆。可以望住個花果山飲茶，仲有好多魚。不過呢，茶樓係半室內嘅，有瓦遮頭，但係冇冷氣。食物方面款式都好多，有呢啲、呢啲、呢啲、呢啲，仲有呢個，仲有嗰啲。做咩游晒過嚟啫？冇嘢食啊！飲完茶，出發去下一個景點，嚟到一個佛系嘅寺廟。Hello， 喵喵。純粹嚟參觀，20分鐘就睇完啦。落雨嘅關係，就喺酒店隔籬揾咗間四正嘅鋪頭食魚生。有冇人同我一樣都好鍾意食涼拌魚皮嘅？個店員仲會示範一次點撈，勁大碗配料，根本就食唔到個原味。幾款配料咪夠咯。最想食嘅砂鍋粥，正！9套魚。仲有滷味拼盤都好好食，最後一個甜品結束今次嘅行程。短短嘅3日2夜就完咗啦，完全冇好講嘅行程，悠悠閒閒咁過先係真正嘅享受。多謝大家收睇咁無聊嘅一個小旅行。如果鍾意我條片嘅話，記住撳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即刻知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